Hello，大家好，食大家饱未？食饱未？杜老师好吼。咱今仔要来一句台语吼，跟迄个空气有关系。今天我们讲的这个跟知识智慧有关系吼，可是又讲到知识智慧都是虚空，是不是很奇怪呢？你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话呢？那我们也很高兴，今天杜老师又在我们的现场。上个礼拜哦，有人说终于看到真面目啊！有人底下留言讲，终于看到庐山真面目哦。杜老师今仔想要甲咱讲这个话题咧。我常常喺想吼，讲人伫生活中间，拢会追求足侪物件。比如我会请教你吼，你感觉讲你一世人中间，啥物物件是你感觉上满足的？最满足的哈，人生中最满足，应该是可以有机会到国外去读书，然后呢，也可以结婚生小孩，然后有很满足，就是有很爱我的爸爸妈妈，然后呢，爸爸也很厉害，什么都会，爸爸还教很多东西哈，我觉得很满足，就是各方面啊，然后上帝也给我很可爱的小孩，还有先生，然后认识很多人哈，然后可以认识杜老师，很满足。我一生中间吼，嘛有足侪想法。可能读册时阵咧就讲，我考试要考100分，有可能考100分，可能是足满足的。慢慢了后，可能工作想讲，工作嘛吼，赚足个钱，我后摆的生活无问题，我会当去环游世界。这种是种叫心内暂时的满足吼。但是这个满足往往拢经过时间，经过你的一寡生活的背景，拢会一寡改变。咱有看到圣经内面所罗门王，伊有可能伊的一生中间有足丰富伊的生活，有足丰富伊的一寡比如讲伊的知识，但是伊感觉讲伊的生活内面富足不只是安尼。伊感觉讲我的生活内面有可能有想讲，来我讲伊有智慧，伊嘛足侪财万吼，伊有可能伊摕到遮个物件，有可能是种种的因素。我要再请教你吼，智慧，平常都是我问别人，今天要被访问哦。迄个智慧吼，甲财万财万咱规华语讲是知识嘛吼。知识财万我昨昏个读地吧吼，财万就是知识是吗？对，知识系知识吼。你敢知影迄个智慧甲财万有啥物无共款？智慧跟知识，智慧跟财万有啥物无共款？智慧敢是迄种就是上帝互你有迄个会当看很多事情的角度啊，然后想法看透事情啊。知识就是我们学习得来的吗？是这样吗？我会知影吼嘛，一直想讲，即个智慧甲财万吼，要安去分别我就去上网去看迄个谷歌去看卖吼。伊有讲着讲，财万会当经过学习，比如讲我是一个迄个做学术研究的，我是一个生物家，我对我生物即个范围内面，我捌真济。这方面对我来讲毋是困难代志。比如讲，伊做一个律师，伊对一寡法条，做一寡法律物件，伊都明白，这就叫伊的知识。我想讲，迄个智慧，因为上帝捌一届所罗门王讲你爱要求啥物物件，我通学你。伊讲我要求智慧。智慧为什么到尾伊要求智慧了？上帝拢因为伊有智慧了，上帝将所有拢予伊。我想我的智慧是要哪去讲这个要哪去分别智慧？我有看你个顶看做，伊讲智慧是为咱内心吼
发出来一种感觉，会当去分对甲毋对，伊毋是用学习的，伊是会当用为上帝想使互你的一寡心内的一寡意念，伊会感动互你知影。所以讲智慧会当去收集所有的财物，真做伊愈有智慧，愈有本事。伊会当去学一寡无共款的一寡财物藏做伙，真做伊的本事。我用这个物件来赚出个钱。所以有智慧比较重要哈，对吧？对，有智慧就会当拥有所有的物件哈。有智慧就可以拥有所有东西哦。这个很特别哈。那等一下还有什么虚空，对吧？智慧跟知识跟虚空又有什么关系嘞？所罗门王怎么就是在这个里面哈，他的人生的满足是什么？老师会继续跟我们讲，对吗？对哈，我继续来讲哈。咱拢感觉讲所罗门王伊足富有嘛吼，伊足有钱。为什么我顶个有讲为什么伊对这个人生的看法甲咱无啥共款？我只要我有钱我啥物件拢做会到。但是伊来讲伊的生活拢是这个过程拢是空虚台湾人讲空虚嘛，华语讲空虚，但是伫咱台语来讲叫空虚空虚。伊所罗门王伊感觉讲这个物件咱敢会当来看下开一个咱一个今仔要看的这个经文，这个老师有看到吗？我未看到，要紧我先来念一下啦吼。伊即个今仔经文讲吼，因为安尼我倒转想，为着我日光下面所着磨落落的，互我的心失望。因为人用智慧、用财物、用本事来落落的，总是要留互白目落落伫迄个工的人作业，这嘛是空虚，也是大陷害。而且是讲着吼，讲我一世人有可能用我的本事用我的智慧用我的财物去成做我的本事我去赚到个钱。但是呢，人顶摆有讲过，讲人到尾拢有一个叫做死亡嘛了后，这物件拢无去，这物件留什么人？留可能留我的事实，嘛可能留互一寡我毋捌的人。但是这个人伊拢无去落落着伊则为毋知中间得着这物件。你想要讲你会当为我来留这个产业做啥物代志，做啥物代志？到尾你完全拢无法度，因为你无法度控制伊做啥代志。所以进前所有的拍拼，拢变就是变作空虚，变作空虚，对。了后，这个人伊摕到你的钱了后，伊犹原含落伫这个我的人生内深沉的内面，我嘛毋知影我会安怎样。有可能这物件都留别人，了后当食到一个无法度解决的循环来咱看第22章讲，因为人伫日光的下面所落心的，有得到什么来，咱看23伊讲，因为伊一生犹如伊的落落正做苦痛，任每时心也无安歇，这也是空虚。伊有可能伊是敢拍拼用本事去拍拼。但是想讲我暗时等下好休困嘛，有可能是无有可能伊暗时嘛想讲我明仔载要安怎都赚这钱。对越做事情越多，对吧？事业做越大嘿。赚愈侪钱会想讲我拄仔赚无着，我想要来赚一个对。所以来看讲，咱今日看讲因为人用智慧、用财物、用本事来落落的，总是要留互迄个袂捌落落伫即个工的人作业，这也是空虚，也是大陷害。对呀，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华语的版本他说，因为有人用智慧、知识、灵巧劳碌得来的，却要留给未曾劳碌的人为分这也是虚空但是台语的讲
大喊嗨对吗？大喊嗨，大喊嘿。大喊嗨，但是这个在华语并没有讲到这个哈。是因为你这个华语的性本的种翻译甲台语的翻译的卡本无啥共款。那大喊嗨讲的是喊嗨什么？伊即件代志一直伫咧循环，伊原底伊无法度去解决代志，你后一代的人永远无法度解决。因为想讲我赚物件是别人得去嘛吼，别人留了遮物件，有可能伊嘛留下一代的人，遮代志一直伫咧循环，所以伊心内所想的一件坎坷代志，永远都存在无解决。这些是伊讲这大汉的一个讲法嘿。所以大喊还得讲没有解决吗？对，伊可能心内心定的问题无解决。所以他就觉得人生很空虚这样子吼。人生很空虚，但是伊后壁一段啦吼，又偏第二章后壁一段啦吼，咱遮无今仔无用出来嘛吼。伊就讲伊有讲一段吼，伊讲吼，迄个上帝将所有的好物留予敬畏的人，将迄个有罪人物件摕来予迄个敬畏的人，所以讲只要你敬畏上帝，你免去甲别人去争斗，上帝将这好物予你，这也表示哇，很棒诶哈！就是只要我们敬畏上帝呢，然后我们不就是就可以得到智慧，智慧就可以有知识，对吗？还有这些劳碌得来的就不会变成空虚，是这样子。是安尼无毋对嘿，所以咱爱敬畏上帝，也会做咱的主。对，所以咱今仔的重点就是爱甲21节背起来，因为有人用智慧，用智捌，用财捌，用财捌，用财捌，不是智捌，用本事来落落的，总是要留互袂捌落落伫迄个工的人做业，迄个工的人做业，这嘛是功夫，嘛是大汉害。安尼我有80分啊。我有80分啊，还是。多谢吼，老师佮用罗马吼，咱佮来读一摆个，请老师甲咱读一摆的。我读一届啦吼，迄个传道书2章20至23节吼，2章20节安尼讲吼，因为安尼我倒转想，为着我伫日光的下面所着我的劳碌，互我的心失望。21节。因为有人用智慧、用财捌、用本事来劳碌的，总是要留互袂捌劳碌伫迄个工的人做业，这也是功夫，也是大陷害。22节，因为人伫日光的下面所劳力劳心的有得到什么啊？23节，因为伊一生忧闷，伊的劳碌真做苦痛，连眠时心也无安息，这也是功夫。以上。以上多谢。那你今天呢？你的满足是什么？有没有觉得听完这个，觉得人生有很满足呢？如果还没有的话，欢迎你来认识我们的上帝。然后呢，刚才我们的碧霞呢？有跟我们问好哦，谢谢碧霞在线上吼，跟老师有跟老师问好呢，多谢迄个为头听到尾，听到尾吼。好，安尼咱后礼拜同一个时间，台湾8点，曼谷泰国7点吼，佮赶快伫遮跟大家空中再见，多谢大家。